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1日嘅客家青新闻，我是陈彦祖。当日嘅早晨9點半，客家青新闻都會喺網路上帶來了解武漢肺炎疫情嘅最新消息。啲大家還記得冇？第3年以前，就會喺1月21嘅時節，當時呢，喺台灣爆出。台灣頭一例嘅武漢肺炎嘅病例，當時呢係有一個55歲嘅台商哦，加到呢佢係對武漢傳到台灣來，佢呢咩係台灣頭一例嘅一個武漢肺炎嘅確診患者，也呢佢經過嘅3年嘅時間哦，也係英國嘅武漢肺炎累計病例數已經來到嘅422例安多，雖然呢同全世界來比呢，一個數目是係唔係講非常嘅多，下一步嘅台灣呢其實針對亞嚟防疫部分，政府係動用心。唔過你看起來呢，亞股嘅疫情呢都蠻有卡翻嘅情形咯。嗰種呢，接下來大家呢還係愛動匠心，愛動認真來防疫咯。而家呢睇緊嘅新冠新聞，就係講亞一部嘅國軍，就係講愛保護台灣國家安全嘅國軍。而家呢表出嚟台灣發生1000多件前台嘅群體感染事件，咪就係一個敦睦乾脆嘅事件咯。啲錯別嘅時間呢，雖然講一個敦睦乾脆，但講呢冇新增加嘅確診個案，不過指揮中心呢還係緊調查一個敦睦乾脆嘅故意嘅確診個案嘅情形，韓國家都係對到底係用嘅設備度，而呢就有了解哦，就國防部韓國指揮中心家都後續嘅調查，而呢發現呢家都呢啲半路紅時間呢就已經有50人有發燒，韓國有148人有基本上空疑感，有講假身體有到唔順快上去看醫生也到，故所呢。唔過呢，雖然講夾到啲上空要出現相關徵兆，唔過夾到都上岸過後，還係本夾到做前就第3呢，本夾到就不用轉去嘅。我進行進一步嘅觀察啦，韓國有冇按強什麼？而呢造成呢一個確診病例呢，就啲全台灣呢就照出去嘅，有影響動多所在，懷疑呢有動多民眾都動驚。而呢指揮中心就特別針對嘅基隆市上空50人嘅發燒50人來做採檢，就發現呀50人當中呢有30人。身體都空呢有空體，中醫護工啲家頭呢係對上空就特別多，唔過下後呢就有好起來嘅。就因為講，也呢上空嘅股嘅盤殺感當高嘅疫情係經驗嘅第2層呢也都感染。下來呢就來看呢新聞報道來了解詳細情形。關於新增加2沙境外落來嘅確診案例，按4年12係到加拿大圖書，4年13開始檢出有探嘅檢條，19進台灣國校係機場採檢通報國校確診，另外按4年12係到美國圖書，當年到3年期間又去西班牙，3年初8就開始調去困難後連歸為同，還有圖書同嘅檢條，未強用到機場採檢國校確診。4月1他是在4月19號返台，那返台後他自己勾說14天內有咳嗽有痰症狀，所以就在機場採檢，也有在美國這邊當地就醫啦。那18號返台入境的時候，他也有主動聲明14天內有不適的症狀。另外，大家關心嘅回捐冇咁脆，指揮中心講，該案最早發現係到4年初嘅感染，也可能會出現事前感染，不過對難處理嘅係外國差。它最早是發生在4月1號。那主要最多的發病日的是在4月11號到14號有8人，那4月15號到18號有7人哦。那4月19號有1人。為到增加這條支線，14年中上宣講，你係針對水道山紅咗燒要求醫記錄，不過 PCR 係算檢測係陰性嘅53年，透過血清內檢驗抗體，其中發現有3沙出現抗體嘅反應。初步來到呢3沙係到山的紅車隊，不過認為只見車嚟檢測，撒下來貴山嘅感染為貴合來檢測血清抗體。那他們雖然在前天晚上的 PCR 的檢測結果是陰性的，不過已經體內有產生抗體，那代表着說已經有出現先前有感染的一些狀況了哈。那這個當然對我們醫療也是很有幫忙的。針對都冇咁脆，有723座接種嘅例之外，立確診冠病接觸嘅人有255人，其中有177沙係居家隔離嘅對象，78沙人係自主空間管理對象，你還有16沙已經完全採檢，25沙定外採檢，撒下來其他人會對象安排去採檢。客家新聞網記者田美儀台北報道。
也嚟就了解講，也下呢，基隆市呢啲船艦出去嘅班路空呢，有差唔多有230年係有出現相關嘅徵條，唔講呢差唔多有148年有基本上空移管看，唔講呢基隆市呢啲貴豐鋪係同我哋講，佢先前呢嘅上空嘅移管嘅回報呢，作為回報講，睇價呢都完全冇問題，冇貼片唔正常情形，故所呢睇價呢都同證明講，有啲貴豐鋪呢係咪係有暗藏相關嘅疫情咯，咁下呢啲新聞都空呢。嘅機關署嘅副署長呢，總印象佢就有講到嘅，佢啲上空呢大部分嘅改變，差唔多呢係對新年初一起始呢，到新年11，韓國有新年14日期間係發票簽到嘅，差唔多呢有80年係有出現呢相關徵條嘅。唔過呢做嘛冇特別針對家頭呢來觀察，主要家頭表述起哦，也呢睇價呢都其實呢都同上外再個進一步來了解，嘅貴豐鋪呢到底係有乜嘅事情係冇同睇價來講清楚哦。針對按呢部分呢，其實總統蔡英文呢，左邊呢就有前面從喺貴豐鋪中韓國有從一度美國鋪位一度陳時中鋪中呢，就同大家來開會哦。佢啲草案部嘅時間呢，總統蔡英文呢有啲下面疏空來針對嘅一啲盤沙咁嘅相關嘅調查，有講嘅一啲進行嘅清稿原則，佢希望呢貴豐鋪呢為老師同大家講唔好暗藏疫情，認真講呢講日後呢大家面對疫情，前從要態度就係講為對抗嘅係一啲偏拖，唔係為對抗上係阿邊個啊，然後上府無共樣國家一部分。希望呢大家呢老師留相關疫情韓國有去內發通啊，有同內地人來接觸，按呢針對台灣嘅防疫，找出辦法來牢記做好內容，也係總統蔡英文草案部啲面書空針對盤沙間嘅一啲情形來做出嚟進行聲明。接來呢，先過來看到一啲聯合報，嘅聯合報呢當個呢有同大家來講到嘅，佢當地一下呢上空有30人有驗出相關嘅空體，仲因為講呢一下呢可能上空就幾件車來車去嘅情形，幾件都嚴重嘅，有人喺啲上空本一條確診揸車喺度，過後呢要好起來嘅，一下呢係董事講，一下所有上空嘅阿邊個，一下都本人送去接種隔離嘅，就講講一條接種隔離阿邊個呢，下後有可能會再個表出大規模嘅一條疫情咯。佢一下呢唔單止外來防疫嘅上空嘅阿邊個，一下呢同家頭要接觸人咩外貼片來注意哦。韓國呢也睇下清強嘅就會講，一啲海軍係唔係冇老師同大家講，啲錯別時間呢也嚟相關嘅官員啲立法院接觸諮詢嘅時間，就有本立委來問到，幾時呢立委就用英語講，一下呢貴豐鋪到底有暗藏疫情冇，一下很都難講。唔講呢嘅貴豐鋪嘅官員面對疫情嘅態度係正見睇係睇嘢冇按強性，成為造成28夜感染事件。接來呢再過來看 NA 新聞報道。上場內有診療室、手術室、負壓隔離屏風，有壓榨醫療能量嘅盤沙間，撒喺海員逼出新型冠狀病毒全市感染嘅所在，院方有暗藏疫情冇，朝野都批評。今年民進黨特別秋天連召貴豐鋪原移橋嘅資料講，啲盤沙間來被批了解下，有377嘅改變，其中有73成基本上嚟看嘅醫官看71度，其中有53人是發燒。377個人裡面有70個人看診了71次，其中有5個人發燒。就在我們問部長的時候，跟我們說一切安好，這樣子。這個到底是在幹嘛啊？因為這個資訊啊，是我從禮拜5回來看的第一次聽到講的資訊。是否說有人員有這種所謂的疑似染疫的訊息，我們是沒有收到。盤沙間空唔顧實有醫個改變，啲上嚟空基本願意看，官方動漫爭啲冇100講清楚，朝野冇辦法接受。韓國本單先前海員對我公佈，對冇咁出嘅日，4月15嘅日離開員監。唔過台南市衛生局查出4月14嘅日就要確診改變對高雄下山去超商買東西，消息傳出來，海員再個轉再講，14嘅日確實有一批用了版嘅改變先下山呢。14號，我們在當日完成相關的這些的當日的行程之後，我們確實有實施相關的人員放假，這些是以非輪值的人員實施當日的
放假班。ทั้งของโครงงาน隔離期間ไม่有報上送去監控，學院肺炎確實有2個人去上的控，一下已經啲博客持續管理。另外報上期望第一日提供精準的資訊，對一條掌握有幫助。國防部次長周澤平表示，國防部會對照相關人員嘅指引，一條結束過後係講係用義務受理，就會去支援公園欠權嘅民眾同軍人，大家將唔會按到受理。記者綜合報道。剛剛啲新聞報道度後呢，就看到其實國防部嘅官員呢，針對呢慰問佢講，唔係講先前雙方議員就同大家來匯報講，無買問題，所有都同正常。佢針對安陽講法呢，嘅國防部嘅官員咪講，基本係張唐到安陽講法，故所呢，咪做嚟看出呢，其實國防部相關嘅官員對於佢嘅雙方疫情都見呢都望有非常清楚嘅狀況哦。故所呢，一下大家就清講講，佢哋盤沙間行會造成佢哋疫情會再個繼續變開來，唔但將雙方喺阿邊個喺一下個風險族群，係我哋同家頭有接觸人，仲係有一下呢做調查，就講一條阿邊個家頭嘅朋友，一下呢總共有33人一條確診者呢家頭係有朋友嘅，就講講一條確診者同家頭朋友有卡前面呢接觸過後，沒有可能會喺家頭朋友來車位到，嗰種一部分係指揮中心下來為準備來防嘅，因為大家咪見滿總共昨晚呢大家啲雙方有出現相關唔暢快整條過後，都冇繼續來匯報咯。啲籌備嘅時間呢，指揮官陳時中佢就有講到嘅，從佢啲左邊嘅時間，佢雙方有買問題，其實係佢都冇買敢講哦。先主要呢就講講為影響大家，就講講為本總管來嘛。嗰時呢一下就有人就開始來檢討嘅，佢國軍故意防疫嘅政策，其實呢實在係挺硬嘅，成為造成呢大家呢真見有乜嘅情形嘅時間都唔敢老實來匯報，成為造成呢一個疫情檢測檢厲害檢測檢嚴重哦。故韓國呢其實呢一下除了大家呢會繼續來追查，大家係對內特別到位，韓外來了解一個確診者啲解散過後有去到哪條所在呢？一呢只有初步嘅狀況過後呢，一下開始來了解講，一下一個確診者嘅家條總共呢有去到4倍人士，有超過90人嘅所在去發通嘅。故種呢啲籌備嘅時間呢，政府就有針對所有啲亞建議呢，有同確診者有去到相關附近嘅所在嘅民眾來發出嚟細胞檢訊，就提倡講，係有同一個確診者有去過附近的所在，請我自家來注意自家的空間哦。就係講啲24年的時間，唔都係自家來做好自家的空間管理。唔過呢啲籌備嘅時間呢，指揮中心係喺呼籲大家講，假設有許多一個健身，你唔好太緊張啊。就係講自家做好自家的空間管理，按用就好嘅。唔過呢，仲係要動到確診者家條啲用了全部卡時間，家條呢都坐高鐵啦、坐火車、坐台中運輸工具哦。嗰種呢，仲係啲籌備嘅時間，仲係台北茶條啊，韓國有從高鐵鴉片，然後韓國有從有確診者是去各位仲係高雄嘅換成其他機片，都有小偷人員去上網來做小偷哦，就係為留一啲防疫做到清楚期，為來做補救哦。其實針對壓力部分呢，其實在個繼續來看到，啲蘋果日報呢，其實有同大家來做提醒哦。就講一個疫情表出來過後呢，下來呢21日，就係大家為特別來注意，為來防呢，就係講佢講佢其他確診者有可能會造成疫情檢測快來嘅一個情形。嗰種呢，下來21日，就係大家為特別來防哦。佢蘋果日報呢，近比還係要同大家來整理一個確診者是去過哪一條所在哦。其實呢，啲亞經驗嘅時間呢，啲苗路風啊，就有動到民眾啊，動到苗友，就然後各縣市衛生局也條公布嘅提點，然後佢整理起來嘅啲苗路風就看得到有天子版哦。不過呢，人家呢看到蘋果日報當局呢，咩要同大家來做提醒哦。佢當局呢就講到，一下呢有12個縣市，韓國有96個所在，係一路確診者是去發通嘅所在。佢從高雄呢，一下係大家係一個所在青島所在哦。變成高雄呢，就一個軍工嘅所在地，嗰種呢一個確診者去發通嘅所在未動到，就係高鐵嘅朝陽站啊，韓國有從一個換乘期間同高雄前有名嘅一個水豐亞司嘅一個確診者都有去過，假設用新朋友也建議呢有去過一個所在，就為特別注意自家空間咯。韓國呢一個蘋果日報未同大家來分享一個同特別嘅一個消息咯，所以講呢啲前幾年嘅時間呢，係啲屏東從事一個確診者，佢
用了的转火卡，不过呢，形成机器奥多拜就可能呢是引进太太上的，嗰种呢机器伫路顺的时节就一个阿伯就问佢讲，影响奥多拜用来暗潮喏，嗰种呢一个确诊者就同一个阿伯就严格起来，夹到就严格比拜超多动力还有，嗰种呢机动者呢，前面时节含超多警察去堵风。希望呢警察来处理嘅，基本上呢大家就唔提供，夹到都带有超多激烈，有一个后乱水喷来喷希望。唔过呢下后就有靠天讲，有一个阿边个靠整个后，也操整呢一个啲动案来处理嘅警察，韩国有一个阿伯就一个路人，也呢夹到咩位自家隔离14日，为自家来注意空间，就连警察咩位来注意自家空间哦，也系一个盘沙间，靠整者能为操成呢一个相关的影响哦。佢针对近比一个相关的指挥中心，韩国有从一个规防铺针对盘沙间的官员进行了一件，韩国有做出卖该进行的调查，都会下注2点的时间，给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等等就爱来开始的，都会下注的时间，将同志朋友继续来做听，客家新新闻有关疫情的新鲜消息，继续同来掌握。